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7月初2，诗篇69篇15节安尼讲：求你毋通用阮大水淹没我，毋通用阮深渊吞食我，毋通用阮陷坑砍没我。三甲来祈祷，求阮脱出深渊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气力，是阮的盾牌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阁是大有知识甲权柄的上帝。你用你的话将阮救活，互阮脱离迄个恶者的手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亮光，是阮的拯救，阮犹阁惊啥人？你是阮性命的保障，阮犹着惊啥人？主啊，当大水直要淹没阮，当深渊直要吞食阮，当陷坑直要砍没阮的时，你要用你的手来压榨阮，你要用你的大权能来拯救阮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咱每一天拢到主的面前来求救伊的名，因为伊是咱患难中的帮站，伊是咱的气力，是咱的盾牌，是咱的避难所。因为伊大有知识甲权柄，所以咱倚靠伊的人，要通脱离一切的灾害。愿主时刻甲咱三个伫地，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